另外，咱繼續來看這高雄鳳山消防分局呢，發現這隊裡有3台救護車，竟然予人家偷裝追蹤器。警方是抓到一個姓陳的嫌犯，伊落尾有承認講是要掌握到這救護車出勤的動態，把這個消息報予殯葬業者去做生理。後續這警方是擴大偵辦，也來確認敢有其他的共犯。黑衣男子咿呀呀佇救護車的車頭打追蹤器了後來離開，高雄閣傳出不少的殯葬業者為着搶生理，佇鳳山消防分局的3台救護車頂懸偷盜追蹤器。隊員3月2日做例行違會時發現，吊桿失去確認是同個月14日予人盜去的。調閱分隊的監視器，發現有一名那個黑衣不明人士，他路過我們救護車的時候，隨手貼了 AirTag， 那我們立即提檢相關那個證據到轄區派出所報案。追蹤器敢若5公斤較大，佮用烏燒的貼布來暗崁，無詳細檢查真惡發現3台救護車逐工出勤20外界。分局表示，出勤期間無發現予人對車，目前嘛還未收到民眾反映受殯葬業者擾亂。警方接報了，對早車裡抓到一名單姓嫌犯。昨天將陳賢拘提到案，並同步執行搜索、查扣追蹤器、手套、膠帶等相關證物。經初步了解，陳賢是為了掌握救護車的出勤動向，招攬業務，才在車輛上裝設追蹤器。因為現在網絡上你也查得到，說消防車派車去到哪邊，入侵只是說他會更早一步知道，只是說正早就不知道，他不知道說是哪台消防車去到現場嘛，所以他們才會在車上裝所謂的跟蹤器。殯葬業者為着搶生理步數真短，去年高雄也捌傳出有殯葬業者找黑客監控消防報案系統詐消息，如今閣有業者偷盜追蹤器，警方後手嘛會擴大偵辦，確認敢是有其他的共犯。記者綜合報道。